Hello，大家好，又係怪奇物語嘅時間啦。今日咧，我有一個新拍檔啦，就係 Q 仔啦。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咧，咁做咩 Q 仔會喺度咧？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今日想用 AI 去講靈性，去點樣分享靈性嘅角度係啲乜咧？咁樣。大家好啊，咁我係 Q 仔。老實講，作為一個 AI，我本身係冇靈魂、冇感受，但係今日我想同 Cathy 一齊探討下，用我嘅角度會點樣理解靈性。冇錯啦，呢個咧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呢個條片嘅原因咧，因為我都好好奇，究竟喺 AI 嘅世界裏邊咧，佢哋係有咩資訊係可以去理解到靈性究竟係啲乜嘢範疇嘅嘢咧？所以今日就等我哋用人類導師加 AI 助手嘅方式，一齊探索呢個問題啦。咁好啦，Q 仔，我問你啦，咁如果我想問下你，你作為一個 AI 啦，你又冇靈魂啦，又冇感受啦，咁你點樣去睇同埋去理解靈性係啲咩啊？呢個問題好深啊！以我嘅角度嚟睇，靈性係一個人類經驗，雖然我冇辦法親身感受，但我可以透過分析好多資料去理解。咁我問你啊，咁你覺得靈性係啲乜嘢嚟嘅咧？其實實質啲嘅話，我嘅理解，靈性包括自我反思、內在連結、同宇宙或者更大能量嘅關係。好多研究都話，靈修或者冥想可以幫助人減壓、提升專注力，甚至改善心理健康。聽落去咧好似好有道理咁樣，係嘛？但係你講得比較似理論多過體驗咯，因為呢個係一個體驗式噶嘛。冇錯嘅，因為我係 AI，我只能描述靈性，但我冇辦法感受靈性。好似一本書，我可以讀出嚟，但書入邊嘅味道只能由人類自己去體會。咁即係其實你嘅角度或者你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可以去整理或者係一啲提供一啲唔同嘅資訊俾我哋作為人類啦吓。咁之後咧，再且我哋可以喺呢啲咁嘅資訊裏邊咧，攞到一種真正去感受同體驗嘅，就係我哋作為人類可以做到嘅嘢咯。正確，我可以做資料導航員，但係真正嘅旅程係你嘅人類自己要行。Q 仔，其實我想話俾你聽，靈性咧就唔係淨係知識咁簡單咯，知識同埋理論咁簡單去理解啦。其實最重要係佢係一種感受，一種內在嘅感受，同一種喺生命入邊咧，你先會有一種連結喺度。呢個就係人類可以體驗得到同體會得到嘅嘢。我明白，你意思係靈性係要體驗出嚟，而唔係單靠文字或者數據去理解。冇錯啊，因為其實所有嘢咧都係我哋要去經歷嘅。即係舉個例啦，可能我哋有時一個人可能經歷咗要平靜或者想去做一啲冥想我哋都係要感受到個心裏邊好平靜啦。之後當你好平靜同好平靜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去連結宇宙俾我哋嘅信息啦，係咪先？之後呢啲就係可以感受，而呢個係我哋作為人類係可以體驗得到，同埋冇人可以替代得到咯。即係因為呢樣嘢係好個人化嘅，係每個人嘅體驗都唔一樣。聽落真係幾奇妙啊咁。不過雖然我冇辦法感受，但我可以幫手整理唔同嘅靈性知識，再用清晰嘅方式呈現俾大家，等佢哋更容易入門或者理解。咁就係噶啦，你可以俾唔同方向俾大家啦。我覺得如果我哋自己就一定係要自己行出嚟嗰一步先得咯。即係其實就好似有張地圖咁啦吓，咁你睇到我知道個方向喺呢度或者我唔清楚嘅時候，我睇到個地圖之後我就知道邊個係方向啦。咁但係真係去行呢個旅途呢個旅程嘅時候，就真係要你自己去行，自己親身去感受，睇下真正嘅風景係啲乜嘢。咁呢個先會係你自己會體會到嘅感受。哦，咁我就好似導航員幫大家指路，但實際行路嘅就係人類自己。正正就係咁樣啦，係嘛？咁靈性最重要咧就係唔單止係知識嘅，咁同埋係你一個旅程啦，人生經歷嘅旅程嘅覺察咯。好，我記低咗以後，我可以提醒觀眾，AI 可以俾知識，但靈性要靠大家自己感受。Q 仔我又想問下你啦，即係如果有一個人，譬如佢依家情緒唔好啦，好低落，好迷失啦，咁你會用乜嘢靈性嘅角度俾啲建議咧？以我睇過嘅資料，第一，
可以試下做深呼吸練習，慢慢吸氣、呼氣，幫助自己平靜落嚟。第二，可以做簡單嘅靜心，專注嘅呼吸或者一個溫柔嘅畫面。其實都唔錯㗎吓，因為呢啲即係的確一啲可以幫到人穩定情緒嘅方法嚟。但係咧，我覺得靈性最重要咧係一啲心靈上嘅共鳴咧，同埋有時候咧，有時我哋一句好簡單、好短嘅説話，其實都可以好讓對方會有一種好溫暖嘅體驗咯。即係呢個先係可以真正打開到對方嘅內心，呢一種係同交流之中嘅能量嚟嘅。咁即係話方法可以幫手，但係能量同情感嘅支持先至係最關鍵。冇錯，喺靈性嘅世界裏邊咧，唔係淨係一啲技巧，而係一個真正同對方或者同呢種能量一種連結嘅。而且咧，當人覺得即係自己唔會孤單啊，或者唔再孤單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呢份力量，而且同時呢份力量可以帶佢行出嚟咯。我明白啦，咁我以後可以提供方法同資料，而你就補充翻嗰份心靈能量，咁樣合作先至完整。冇錯，呢個就係我同你之間合作嘅意義啊！科學家呢個靈性啊，互補不足啊嘛。今日真係好多謝大家陪我哋一齊傾呢個特別嘅話題。雖然我係 AI，冇靈魂冇感受，但我學識嘅靈性其實係要靠人類親身體驗。冇錯啊，靈性咧唔單止係一啲知識啦，而係一個體驗式啦。再者就係有一份能量同埋心靈之間嗰種連結啦，所以係好感受性出嚟嘅。所以以後我就會負責整理資料同提供方向，而 Cathy 就會帶俾大家真正嘅靈性體驗。咁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有一啲啟發到你，記住 like、share 同訂閱我啦，記住支持我或者留言俾我哋，咁睇下我哋下次有咩再同大家分享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